提醒乡亲哦，洗车停落来时会记得车这个锁匙要背起来。南投有一个摊贩呢，28洗车去这个市场去摆摊位，准备要收单的时，无背锁匙，准备要搬回上车的时，结果有一个查甫人拍算要偷洗车，冲入驾驶座，想要将这台车甲洗走。这个摊贩发现了啊，赶紧约进前，过呢，伊想要爬上车甲阻止了，加载有阻止落来，规个过程拢互监视器翕落来。 我是轿车驶走，后壁三个人紧掠过去，导致一个人佫想要爬去后车道阻挡，毋过驶手向啊掠袂着。发生什么代志？原来车靠一个嫌犯驶走，互车主真无奈。我想要从后车厢跳上去，后车厢是打开的嘛，结果他开出去，我就被他甩掉了。车主是卖米的头家，28年假，伊含厝内的人驶车去南投一集火车头附近摆摊，当时已经要收单，车无背锁匙，因准备要搬回离开，所想不到车的风偷看去。他有在那里闲晃，还有看到他就是靠近车。 车扣人砍去，车主嘛经报警，警察调路口监视器，发现嫌犯穿袖啊、挂手镯啊，人看起来鬼鬼祟祟，原来是要共偷看车。大概掌握知道他户籍地跟他目前动向，还在追缉。警察已经掌握嫌犯的身份，当地开始找人。即么了解两边无熟悉，嫌犯是安怎犯案，会阁继续调查。提醒民众出门在外，不管是出去佚佗，还是做什么代志，心情会当放轻松。不过嘛是较谨慎的，落车一定要禁火，锁匙袂掉，甲车门锁起来，人才会当离开。